歡迎嚟到藝智兒童學習中心。我哋呢度設備完善，好似而家睇到嘅彈床區，為咗鍛煉小朋友嘅下肢能力，我哋專門俾小朋友喺呢個區域活動，提升兒童大肌肉活動能力。到嘅係我哋嘅滑梯，小朋友通過上滑梯去訓練佢哋嘅速度把控能力。喺玩嘅之餘，亦都可以鍛煉身體。除此之外，我哋提供唔同嘅樂器，培養小朋友嘅音樂感知能力，發掘佢哋嘅音樂潛能。左邊仲可以睇到書架上面好多唔同類型嘅書，小朋友有唔同嘅選擇，透過閱讀，同埋佢哋可以進行思考。喺呢一邊可以睇到其他嘅設施，比如上方呢個設備。除此之外，呢邊仲有中心為小朋友設立嘅攀爬設備，俾小朋友通過攀爬。喺呢邊可以睇到地面鋪滿晒軟墊，防止小朋友碰撞，亦都保障咗小朋友嘅安全。